谢大家。望过上爱人，上爱人像这个恰恰，锁恰像这个咧轻松的歌曲。锁恰甲恰恰有啥无共？都是咧锁掺恰恰甲男做伙。哎呦，这高级哦！对，恰恰锁恰无共。锁还锁，恰恰还恰恰，啊，你这叫做锁恰。甲中间的是单是咚咚当当咚咚当当咚咚当当，这是锁。其他这先是锁恰，咚咚恰咚咚咚恰咚咚咚恰咚安尼。你啊恰恰是啊，咚哒咚咚咚，哒咚咚咚。哦，迄是恰恰。咱讲正经的，你的嘴吼会当代替电子鼓呢。啊知。嘿，那是足够的安尼。到短的时阵吼，有当时啊，就出去外口听嘛。听了后先记起来啊。是哦。噔噔啦哒
哒咚。哎呦，口技这么好，就是论马的。论吧。哎，论马叫它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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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哇，迄个信马。哦，你拍迄个地头的时阵，就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啊，恰恰咧。啊，恰恰是就无，恰恰爱拍一挂的就是吼，慢步的就是咧，咚，哒哒咚咚咚，哒哒咚咚咚，哒哒咚咚关，安尼。诶，你晓拍过？我哪会晓拍过？啊呢？嘿，你晓弹琴对无？我知你晓弹琴弹琴。的时阵，我毋是个了弹吉他尔。你嘛晓弹琴？吼，你电子琴、钢琴。哦，啊嘿啊个。鼓哎呦，包括小吹，哈，嘿，包括像你晓跳这个吼，钢管吗？钢管的当中是唔免甲我问，嘿，我讲，你唔要讲，我会晓跳钢管，我嘛会晓跳火圈。我就讲我要吞火，对我要吞剑的，你当中我是周星驰呀，啊，对啦，啊哈哈哈。都若有看过伊当中的时阵吼，只要来音乐其实琴棋书画，学音乐的人，包括唔是干那钢琴老师俩，就讲因拢有涉猎，一挂就讲伊的上专门的就是吉他。好，按你讲大琴咧，他也会哦，敲那个打鼓，因嘛拢总会晓，但是就讲伊有一项较专安尼尔啦，吼。好，我即摆知影讲你佫有一项口技也可以哦。因为我为伊的时阵，无度展现的就讲，我无可能一边一边的先弹琴嘛，一边拍鼓嘛。安尼可能较无歹吧？吼，唔免做到遐尼。对，对我表演所以技工。所以讲你嘛是互电子鼓来甲你处理就好啊，吼。是啦。好来，谢谢，我来看下线顶什么人来咯，哈，来木火大哥好。你安尼有较大声呢？你安尼伤过大声吼。来，国庆啊，这你好哦，董文敏大哥、隆中大哥哈，咱的嘉明大哥、顺天哥哥你好，红竹啊这，还来谢谢咱尤大哥、尤大嫂、文东哥哥。谢谢哦，我咱的嘉明大姐来嘛来呀哈，明月大哥好，文玲好啊，尤大哥、尤大嫂哈，来秀兰大哥、玉轩，搁有咱的丽婷、龙华大哥、古大姐啊这哦，哇，佳丽姐姐哈，雪珍姐好，来文龙大哥你嘛好哦哈，谢谢咱的彭大姐、彭淑美姐姐、盛吉大哥，来廖文川大哥，哦，拢总真爽，希望我拢总有念到，哎，咱讲到念到。我念无到的时阵吼，一半摆啊啦，这嘛敲电啊，芳玲啊，我拢有甲你拍破，你讲甲我念无到，啊，来一半摆人真正较歹势一点。伊这有可能就是讲同时间吼，一摆10通电话，卡入来，非常感谢。吃掉了吼。但是对，才掉去啊。电信局这边才做宕机啦，宕机就无度显示啊，是因为安尼啦吼。因若无咱讲个知吼。今日拨一通电话，吼，嘛要聊一个时间。对啊。咱出一支嘴讲感谢一下，安尼做未到，安尼就真还蛮做啦。谢谢大家哈。来，哇，赶紧的，坐我来哦。来，咱收看这部做义大判歌声。呀，我像这个前几天呢，有听到一个真正的故事。哦。发生是即摆的主事，是，吼。也我一个朋友的当中，伫咧开讲的时阵呢，也去提起着因厝内面一个囡仔，伊讲即个囡仔真乖，吼。虽然讲较无爱读册，但是伊立志就是讲要做一个师傅啊，甲迄宝春啊，宝春乡共款。哦，宝春。嘿，对，吼，即个囡仔伫像伫吼，中央厨房，吼，伫咧有做一个师工安尼。你甲听的时年纪当然嘛无大，基本上半工半读啦。对啦。差不多伫咧高中1年安尼尔，年纪无大呢。但是可是呢，最近的思想呢，转到厝内面的当中的时阵吼，工课也做到一半的当中，吼，伫咧发生叫疼，即个骹啦，即个骹头足无力的，包括一个腰的时阵嘛，酸到安尼夹要断掉去啊。徛规工，做规工啊。呀，拢做到一半，工课做到一半，就安尼吼，两支骹甲咧北高低共，反正换来换去，换来换去，拍故宫，对无？迄个骹跳，若无用的时阵呢，也对即款动作。好，也好加在啦，一个老师傅嘛，经验谈嘛。伊就甲讲吼，你即款就真袂忝哦。
你这少年的吼，你这可能吼内面像这骨头啊，无用吸合一寡物件。安尼。嘿，嘛毋是种真正病啦。哦，但是吼，你的骨头，你一定像讲较早共款。啊，凡是咱是本身的时阵吼是共做的，先天的时阵吼，这个骨浆啊、骨头是较无用。哦，是。要无这个囡仔先加一条呢？伊讲啊，我今年才几岁，才15、16岁尔呢，真少年呢。也是安尼，阮师傅来甲我讲，像这个呢，酸痛，也甲一个骨头有关系。少年人呢。恁师傅就甲讲啦，伊这亲身体验嘛，伊讲我较早嘛拢共款，徛拢徛规工做师啊嘛，这个无用东无用西安尼啦，嘿，后来才知影讲，就这个骨头啊，你若如果要动会久就对啊，有当时3顿无正常啊，安尼不但这个营养平衡以外，上介基本的时阵呢，都是从这个钙质，但是从这个钙的当中，你毋是讲你食着就好啊呢，这个师傅伫咧讲。就讲一个真切的道理，讲咱就是要顾这个身体佮顾着这两支骹腰啊，就甲亲像者伊咧做菜共款，一道料理共款。这个食材伊买回来了后的时阵呢，你都爱啥？爱甲处理啦，爱甲拣啦，来甲整理啦，然后的时阵呢，才照像这个顺时来，才有法度煮成一道就这个菜就对啊。系啊。要咱像这钙嘛共款的，我像这啥物时阵，内底咱有迄个音乐的啥物物件，烧浓的时阵，外口无要紧，后来佫家己倒转来所以讲像这个咧，也这个做菜嘛是甲咱顾身体共款，照步来。对啦。咱像这个钙的时阵有人不是讲者我骨头无用欠钙，欠钙这个骨浆啦、骨轮的先才会用。你这个钙先食对这个身体入去了后的时阵。爱会吸收对，爱会吸收，搁而且的时阵呢，爱有法度送去甲讲咱身体该当用到的所在，也就无得放掉的漏掉去。老师，你敢知影这是安怎？是，这就是讲咱这个师傅甲伊这个师啊，伊拢长期间啊做厨房的嘛，中央厨房，迄有当时啊，都规工拢秘伫内底，伊拢无咧晒日头，拢无咧晒日头。嘿啦，所以讲你无咧晒日头的时阵，你即使讲你营养吸收了有食落去，控大骨汤啦，控一寡鱼骨啦但是食落的时阵，你安怎骨头内底无法度吸收。嘿啊，我咧讲伊无安那，无维生素 D。你 D 就是咱咧帮助咱即个钙质吸收嘛。但是你看讲啊，咱有的人就讲，你有看迄玛利亚费用啊，拢爱载迄，拢爱塞阿公阿嬷啊。袂行嘛，就骨质疏松啊，爱去晒日头啊。晒日头就是讲要互安怎，伊的骨头内底安怎会产生钙质，钙质有法度吸收，互伊的骨头会安怎会反定来，袂搁再安尼一层一层安尼拍空，愈来愈大空，愈来愈大空的时阵，骨质疏松足恐怖的迄有当时是你爬起时阵，爬无小心触到尔，还是起过尔，扑者就断去啊。所以讲呢，即马骨质疏松毋是讲老大人你像少年人，伊拢无咧晒日头啊，营养吸收阁无够的时阵，伊地势都讲安怎，就安怎骨质疏松，就骨质疏松了后，就安怎遐酸啦、食疼啦，食就有当时补充，阁补充袂够，所以讲基本上就安怎。你一定要把咱的身体基础顾好。除了钙以外，对，补充像这个维生素 D3，对，甲像这 K2啊，来甲引导，较好吸收。对，这个钙先到骨头内面，安尼，你的骨浆才会像这个饱。对啦，你的骨骼才会用就对啦，真正会当来停留落来。哎啦，安尼就正确的啦好，感谢春雄哥哥。我有看到你的噗啊声哈，谢谢大家。咱讲真经，咱这时段，逐工放年时间若到的时阵毋是唱一首梦话上爱人，梦我天光的时阵，拢希望讲，哇，我今仔日我的观众满天下，逐工我若上我若上线的时阵恁拢总会安尼安尼甲我电话甲我亮者，我知影讲，哇，今仔我要来甲你看放年啊！我甲你调，甲你点一个所以讲咧，我若看到恁开时阵，我就感觉讲，哇，足窝心的谢谢你们，就工人
工龄较厚啦，啊，帮年都较含慢，唱歌嘛含慢，不等咧莫突册。相比较，哎呀，嘛不等咧人突册比人气死人，但是恁吼，恁拢总安尼一而再再而三，啊，无要紧啦，一半句啊，吼，阮像阮的春雄哥哥，啊，无要紧啦，我一半句啊，哪要紧，阮听了就过去啊，安尼吼，谢谢大家啦哈，来，咱即摆就要来进行节目的头一阶段，准备来互咱观众朋友点歌，哎，今仔的歌真正赞的哈，头一首刘七我问你。抬头看见天边迄粒星，孤单稀微，阵阵地闪烁。后来第二首好女的愿望。一蕊白梦里真清芳，今日想来提来送予心爱的人。来，第三首歌曲哈，甲你惜命命。不甘将你，不甘放你离开阮身边，永远要来甲你惜命命。第四首，男性的可怜。想一切的美梦，若要当作是眠梦，为何过数年，怎样搁再忘记你？来，第五首哦，安平对上曲。不再错乱啊，心茫茫。安平对上曲，咱讲真个，等下这首是我唱的，我绝对无法度唱个安尼9晚18晚了嘿。来，上尾这首男性的纯情。都可以弄一弄情柔婉，无会提款撒去天落雨。好，谢谢大家来隆重6首歌曲伫后壁遮吼，希望咱观众朋友踊跃来敲电话开点歌哈，来敲咱头前的专线电话8326-317。8326-317。中华电视直播，无管是加控制就可以哦吼。来，头一首歌曲刘七我问你，第二首好女的愿望，第三咱会甲你惜命命，第四男性的可恋，第五安平对上去，第六男性的相信无我较爱你，我爱你，爱你不是一日言语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。哎，运动哥，喂，王林。哎呦，你今仔够早呢哈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来哟，你听这首。江林老师你好，我听第三、第三，甲第五，甲你惜命。三跟五哦，谢谢。谢谢平安。对上来，阿嫂。阿嫂你好哈。赖高老师好，我今第一个嘿，啊。啊，搞，嘿。啊，我来点的做个好女的愿望，甲甲你惜命命。安尼吼。2跟3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啊。来啦
3名来拢算第1名啦吼。来，等下你好。哦，你两个好，大家好。好，今天要听第一第2首好女的愿望，甲第5首安平对象曲。首。你好，我写开哦嘿。好，感谢等下哦嘿。来，徐妈妈。我呢？嗨，要听倒一首？我点第2、第3。第2、第3。好哦好哦，我写开哈。好，平安哦嘿，谢谢。哎，玉轩。喂，江丽老师你好，方玲你好，我要点第2甲第5。哦，好，我写开哦第哈。好2、第5。 ，OK，好。谢谢我们的玉轩。啊，你好，金婚姐啊。哦，方明小姐你好。来哟，来哟。我要听第4。好好。第4，好。男性的苦。我写开哦。第人啊。啊，个第6哦。哦。好，谢谢哈，平安哦嘿。来，龙中大哥。哎，方宇小姐啊，康健老师，感谢你拄则捧我声。嗨。5六。 5甲6。 甲6。哦，我写开哦。安平对象曲。平安啊，男谢性的谢。纯情。来哟，美小姐。嘿，方林好，江林好。嗨。我选第5首跟第6首。第5首跟第6首。好，谢谢你，这是咱的美霞。来哟，刘先生。哎，2个主持人好，我点第4首甲第5首。安尼哦，哦，我写开哈。好，平安哦，嘿，谢谢刘大哥。来，吴庸嫂哈，罗大嫂，罗大哥。咱话之间有。来，按刷卡先甲接落去啊哈，好来。做一下登记啦吼。好来，康康非常好。感谢，谢谢。江林老师，方林姐姐，大家好，我是康康。嘿。第3首、第6首，感恩，谢谢，拜拜。 3跟6。好，谢谢。伟六。哎，喂。我点第4甲第6。第4甲第6。哦，你是民吉大哥呢，吼。好，我写开哦，嘿，好，平安。哎，张小姐。我要选1号跟3号。安尼，好，对没1号跟问题。 3号。 1号跟3号。好，谢谢你，好，平安哦。哎，你好，新平大哥。喂，康林方面好吼，我第1首、第5首，刘青我问你甲安平对象曲，感恩。好，新兴大哥哦，好，谢谢。喂，你好，阿酸姐啊。哎，方林、江林你好，嘿，我要点5甲6。 5甲6哦。哎对好，阿酸姐啊。哦，谢谢，再见。好，拜拜，感谢，谢谢平安快乐。来哟，顺天哥哥。 2位优质主持人下午好，我要听第5首甲第6首，谢谢，感恩。哦，谢谢，顺天哥哥。来，尤大哥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我要点第3首甲第6首。安尼哦。 3甲6。好，你是尤大哥啦哈。甲你秀名。你无赢哈，拜拜。第3首。男性的纯情。谢谢尤大哥。啊，你好，春雄哥哥。你好。嗨。哦，辛苦你啊。没，吼。袂啦，袂。第3首、第6首。第3首、第6首。啊，对对。甲你秀名尔。谢谢，嘿啊。有你的这个支持甲鼓励捧场。我咧讲吼。小弟我拢啊，阮拢足欢喜的呢。对。表示讲我阁有工课做呢。对无？你若有看我咧讲，我若有一工无伫遮做的时阵，表示讲我失业啊。啊，所以讲逐工嘛足欢喜的。来，秀兰姐哦。哎，江林、方林2位好，我要点第3甲第6。安尼哦，哦，秀兰姐。谢谢你，拜拜。喂了，文川大哥你好。方林啊，江老师你好。你好。我点第5首。第5首安平对象曲。无问题，好，这是。啊，你好，毕小姐。你好，我听方林甲江林好，我听第1首甲第5首。哦，安尼哦，哦，我写开哦，哈。哦，谢谢你。好，毕小姐。来，康苗姐姐你好。哦，你2个好哦。好，啊，这你好哈，这是。我点2跟6。2跟6。2跟5啦。2跟5加点哈，哦。好的，谢谢我们的康苗姐姐哈。你看嘛，今日点歌这样拥有的太左大哥。来哟，今日要听到首。第5。好，安尼哦。第2甲第5。好，我写开哈。好，谢谢。
啊，你好，梅香姐姐，你足久无来哦。林光临姐姐，相邻，你好，我好要选第五个第三。第五个第六啦。哦，谢谢咱的梅香姐哦。小弟，好，谢谢，感谢，来，过来接一通啦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好，陈妈妈。喂，光临，小妮，我听阿斌弟兄去，拜拜。哦，这是咱的陈妈妈吼，好，来，就是安平对上客，迄个观众朋友吼，安怎点到就点迄种。其实咱的安平对上客吼，在节目当中几乎每个月都会出现一次，因为咱线卡的时候有足侪咱观众朋友介意听，吼啊，所以讲呢，转来安平港也好，安平对上客吼，这种很经典的老歌啦，吼，来，即马换帮林唱啊，吼。来，这首歌曲是咱文东哥当的玉轩，咱的隆中大哥碧霞姐、康苗姐姐，民歌大哥，咱的梅香姐姐、太管大哥、美霞姐、刘先生、青红大哥、阿酸姐、水泥哥哥、文川社啊、陈妈妈收掉，哇，谢谢你们了哈！来，帮你来演唱首安平对上客。心情花红杨妆，风吹金花似情郎，想路自好，人生全无通，伊是行船啊做风浪，红阮情难忘，心情无地讲，就是惊着海边风，海风无情。笑阮梦不知错乱啊，心茫茫。安平对上客。
好，谢谢大家。哎呦，就这人给咱拍扑克还了，吼，谢这首谢歌哦，嘿，你都爱这个义达，现场来甲走啊呢。啊对。系啊，现场来甲因为走。刚拄则有买啊，迄句的时阵，迄是等于是自由版的啦。对啊。哦，啊，着我牵外长伊啊地外，哦，啊，我当时录歌的时候嘛地外，啊，所以讲，咱讲正经的，即首咱的默契算袂歹。袂啦，啊都斗阵啊。无影，足久的默契共款，无讲介理想，即首特别较好安尼。嘿，牛若来草的当中的时阵，嘿，以后的当中的时阵，我来成长。嘿，嘛是变牛啊。啊？嘿啊。啊，会较巧啊。牛有分做吼，看是迄个迄。巧牛甲戆牛。好啦好啦，你若讲对就好啦。来，靠苗姐姐，调音大哥，你来播声，我收到哈，金花姐啊，秀凤来了哦，来神鼠哥哥，雪珍姐，感谢哦，来林贤大哥好，梅香姐姐文川大哥，感谢恁的播声哈，来尤大哥尤大嫂哦，感谢顺天哥哥阿孙姐，谢谢玉轩，谢谢古大姐阿姐，徐爸爸徐妈妈哦，红珠姐啊，玉琴姐啊，秀鸾姐姐，明杰大哥，文明哥哥。当的啦，吼，来木火大哥、隆中大哥，好，谢谢。金默默的朋友现在徐爸爸、徐妈妈收到，感恩哈。啊，咱即摆来进行第二阶段，哈。第二阶段。哎，听歌，听好歌，有歌名，好咧，要送恁兜啊。送恁兜啊，送啥物？哎，咱观众朋友真正呢，我家己感觉讲，即块砧板，讲即块点真正是巧做的啦。实用。你毋捌看过迄点吼，毋是干那会当切菜尔。伊个会当当做盘，因为吼，即块你若甲当做盘，它也很好看吼。尤其是你若切水果五彩色的时阵，甲放咧，它绿色那个掉色起来时候非常好看。安尼就安怎切了了后，做安尼捧出来，毋免搁去摕一块盘来做盘用，做盘用，切的做安尼做盘用吼。无大劲，因为伊边啊吼，搁加一个安怎挂炖，伊了吼。防止讲咱迄水啊，汤汤水水溢出来。哦，这嘿，所以讲你咧切菜、切水果的时阵，你伫迄个琉璃台顶头，伊嘛袂安尼澹你落哦，吼。而且伊巧做的讲，伊生食、熟食你会当分开，伊两边会当使用，吼，两边会当使用。一边是咱青的物件，你若熟的物件，迄猪肉沙啦，沙开烧烧的时阵，你就要摕来遮切啦。你袂使用即边啊，因为即边的时阵，咱拄则切青，哦，啊，即边就爱切熟的，哦，这个两边用，无大劲，巧到偌好。咱爱用一个蒜蓉豆油无，爱用一个姜仔酱无，伊只有挂这呢，这会当磨呢，会当卤的，这有齿轮的，你敢知？啊蒜头啊，你看卖，迄就是我咧卤的啦，迄蒜头卤落了后，伊就等下迄酱就出来，哦，安尼。哦，咱来用一个蒜头豆油咧，温一下安尼，温一下三层啊肉咧，哦，安尼才上好。而且呢，伊即种咧，就是讲伊特殊的温度，最强的就清气啊，最强的清气啊。上巧我讲巧做就是安怎，吼，伊听我裁掉咧啦。毋免缀定较调。会免呢，你甲看卖。活咧。咱吼，咱有当时厨房，哎呦，找无所在通好调。哦，啊无着拼咧的时阵吼，有当时拼咧嘛无讲介理想对无？你着只要若安尼，哦，安尼甲拆开就好啊。安尼了解？无我遮无白啦，我遮这软啦，哦，我这软吼，啊你。遮欠咧夹啊，你当。欠夹哦对啊。无安尼才正确。嘿啊，我拄则共囥了，无，安尼囥安尼就会使吼，安尼才正确的哈。我拄则共囥无白。直接改晾干。对。啊，你下次的时候要使用，就拿出来用。安尼就拿出来用哦，真正有够厉害啦吼。好来，讲到遮哈，来哦，啊，我就今仔送你这偌用心的，敢若真这哦，讲要送咱观众朋友，就足用心落景的啊吼。好来，准备听歌。一个妈妈叫做阿乱啦，姓陈，啊，伊上爱听即块歌啦，啊，即块歌我来甲做即个啊，像即个做即个点唱，哦，要甲做幼歌，安尼谢妈妈啦，谢妈妈最喜欢听的哈，好，谢谢啊，来。
沉重，海风吹来心事梦，唱歌想伊出外人，叫一声心爱的人，不知你变啥款，你几日已经两三冬，叫一声心爱的人，我为你在思念，海鸟叫醒我的梦。风雨较大，我不知动，想惊心爱去找别人。海面水淹白茫茫，孤单的人心沉重。风吹来心事梦，唱歌想伊出外人，叫一声心爱的人，不知你变啥款，离开你已经两三冬，叫一声心爱的人，我为你在思念，海鸟叫醒我的梦。风雨较大，我不知动，想惊心爱去找别人。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？来，王瑞霞小姐为伊甲陈一龙先生合唱的一首歌。王瑞霞讲做阿霞啦，阿霞讲为着做这个吼，迄个叫做爱情的心伫咧修饰啦，咧做眠梦。这首歌叫做什么名？所以去我要来甲献唱一首咱观众朋友伊原共款真喜爱的歌曲。来，这首歌曲讲起来真是好唱的，但是我即摆来甲做独唱的吼，因为谢芳玲小姐伫咧无用。情无情，无算认真。你的心冷冰冰，我甘愿看袂清。爱情开始烧，慢啊紧，等甲趣味才放弃，上怕。生活，亲像你无了解我同款，跟着你的脚步，愈行愈糊涂。我袂当了解你的想法，亲像你无了解我同款，不知影冷，不知影烧，一个人。忍受风雨，你予我连喘气拢会感觉悲伤，啥人会当做动？一粒心爱听我响，你予我连喘气拢会感觉悲伤。爱若会当平常，就不免爱，甲人变戆乱乱做。
情无情无算人情，你的心冷冰冰，我甘愿看袂清。爱情开始伊烧，慢慢啊滚，等甲趣味才放弃，上拍算。我袂当行入你的生活，亲像你无了解我同款，跟着你的脚步，愈行愈糊涂。我袂当了解你的想法，亲像你无了解我同款，不知影冷，不知影烧，一个人忍受风雨。你予我连喘气拢会感觉悲伤，啥人会当做动？一粒心爱听我响，你予我连喘气拢会感觉悲伤，爱若会当平常，就不免爱甲人变戆乱乱做。谢谢。42分了。好来，即摆注意因为时间的关系哦，即马这5千年用40华。杂志哦嘿，好。杂志。赶紧的。直接哦，要来甲公布。来头一首。公布。海面水烟白茫茫。孤单的人心沉重。来，这首的歌名。啊海相思梦。你予我连喘气拢会感觉悲伤，唱到这个词拢会拍干，你怎加掉？你予我喘气也悲伤。来，头一首是啊哈相思梦，第二首是喘气也悲伤。以上哦哈。好，来啊，老师来准备我们的下一首歌曲了哈，感谢哈，谢谢。来，啊，即马呢，互芳玲来进一段广告。今仔广告，观众朋友，唔是年纪大的，咱做爸爸妈妈，包括少年人，即马拢总欠下的哈，就是要甲补充落，咱骨头才会用，身体才会用，起起落落，才袂讲吼搏者就转去啊，无咧晒日头的啦，无咧晒日头的哈。好，来进广告，谢谢。统计啦，哈，卫福部哦统计啊，讲吼，咱即个台湾人啊，有8%超60%以上，60%以上吼，的民众欠这啊维生素 D。啊，其实吼，经过统计啦，那欠啊吼，欠命有够啊，但是若讲不足严重不足的人咧，差不多2个人其中就有1个人欠啊啦。哦，啊有个人讲啊维生素 D 啊是维生素 D 是咧食安怎？D 就是讲吼，你无咧晒日头的人，吼啊，而且咧骨质疏松的人、老大人，吼，甚至呢心脏、腰子功能无好啊，咱的肝脏机能无好的人，哦啊大腹肚的人，哦，这拢总是安怎欠维生素 D， 几乎大人囡仔拢总欠，吼啊你欠的时阵呢，欠的时阵毛病就来啊，吼毛病就来，人就较无抵抗力。
吼，啊，甚至有个人讲说啊，我都拢咧补钙质，啊奈补的时阵吼，我若无小心补者，啊，就遐长去，就是讲哈啦，你咧补钙质无毋对，但是你还是缺乏维生素 D， 吼，维生素 D。啊，咱进前其实芳龄已经有介绍过一届啊，吼，这届是升级版的，吼，这届咱的维生素 D 呢，啊，升级版内底佫加一项叫做 K2。哦 ，K2 哦，哦，这个 K2 的时阵，就是要互你咧食 D3 维生素 D 的时阵，伊佫较好吸收，会当讲互你100%完全拢会当吸收，哦，哦，所以讲咱真济咱时代讲你有咧食维生素 D 无？有，但是吸收好无？尤其是年纪较济的时阵，有当时食落去的物件足歹吸收的啦吼。咱公司为着要互咱的观众朋友佫较好吸收，这项是德国原装进口，这拢原装进口的吼。世界水准的。世界水准，而且伊是做液态，这内底胶囊是液态，而且咱观众朋友进前有听芳龄讲过，拢会知影讲吼，咱啊维生素 D3 伫咧食的时阵，拢爱偌济啊？一天上至少拢爱有600 IU。是。啊，我今仔甲你讲的，咱这个维生素 D3 加 K2 的时阵吼，伊的含量达到800 IU， 就是讲你一天一粒都有够啊，一粒都有够啊，一粒都有够啊哈。佮而且绝对有够，绝对有够的吼，因为这有建议啦，建议讲咱一天所需要偌济 IU 啦，吼，至少要600。啊，咱这800是拄好一定互你有够的哈。对。所以讲，这拢会当提高咱的免疫系统，改善咱的呼吸道。哦，咱真济时代，你若欠的时阵，就感觉不等拢安尼枵枵袂爽快，吼啊，规个身体状况无好。人若咧流行啥物的时阵，咱就流行着，毋是干那骨质疏松尔。抵抗6摆。抵抗6摆，吼。今仔日，甲咱观众朋友会记得吼，咱这项是咱这液态软胶囊的吼，一届拢总甲你做升级版啊，吼，内底佫加 K2，佫加 K2 哦，吼，稳定性佫较悬。人体吸收更较悬，吼，一天一粒就好啊哈。这外口通路伫咧卖，你药房去买的时阵，也是讲一寡通路啦吼，1200块，这一罐就是1200块。咱这最主要是讲要提高咱的免疫系统啊，对咱身体哦，都拢总好就对吼。啊，所以讲有人欠无，有9%，我咧讲吼。经过统计，实际上是97%。你要买就遮好的吼，有钱你都无地买。来，今仔甲咱观众朋友讲哦，吼，外口伫咧通路伫咧卖的时阵，1200块哦，买2罐，因为这转去的时阵，大人囡仔，包括讲阿嫂、大哥、囡仔、孕妇都要吃的哈。来，今仔甲咱买2盒的时阵，就是2400块，好，2400块哦。注意听哦，我这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哈。上悬单位的哈，800 IU 的啊。今仔日电话甲阮卡通的时阵，我们今天吼就要快的、较紧的吼，速度较紧的哈。今仔甲我买2盒2400块对无？对。来，再加送加码哦，搁加2盒。安尼共款，安尼就爱偌济啊？4800块啊！你若去买是爱4800块对无？这2盒公司要提供互咱观众朋友。2个翁某一家大细拢总爱食，赶紧食。尤其这阵啊，大家拢啊，动不动就爱医生馆，吼啊，医生馆10个中间4个哦，4个严开就是迄种较麻烦的哦。而且呢，即届有当时若感冒的时阵啊，佮拢较重症，啊，那拖足久的哈。来，赶紧提高我们的免疫系统哦，吼。来，今仔日甲咱买2盒。我搁加送2盒，2400块，本来4800，即摆是2400块哦。对。今仔电话卡通的时阵来，我再加码哈。今仔电话卡通的时阵来再加码，搁加1盒。搁加1块。我跟你讲吼，你看看哦，现在才2400块，我要互咱观众朋友提灯5大盒，5大盒登去的时阵呢，拄好食咧偌济啊？因咱内底是60粒装的。每一天一粒就好，这拄5个月份吼，互你逐工食，逐工提悬吼，咱家己的本身的免疫能力咯吼。啊，若降低一寡吼无需要的风险，就是爱食这哈 D3吼加 K2啊吼。来，0800815181，我甲恁讲，恁电话赶紧卡，因为今仔日有限量，我们只有
30组尔，30位人客，30个客人，因为今天我在加码，加这也未时阵，咱敢若有法度，互30位人客尔。原价6000块就对，啊，你即摆现主是咧？原价这摆2400尔。 2400哦，对啊，啊，像即款的所以讲安尼，当然莫讲来电话拢总开吼，来080081581080081518，我今仔要来线卡到这电话现赚2000人。0800815810，咱若讲吼不等安尼吼，遐含潲啊，小可跋倒的时阵吼，啊，就安怎，进前啊跋倒的时阵有含潲去的这，你若是讲怕的人，拢总爱食吼。喂，你好，秀梅姐。喂，秀梅姐呀吼。嘿，小姐啊。要一组吼。嘿啦。哦，我下卡呀嘿，好，谢谢。啊，迄个敢会使刷卡哈？可以哦，可以哈，来哈，好，谢谢你哦，好，感谢，谢谢，OK，吼，咱的这个啊，顺丰，去才刷哦，哈，咱的做这个呢，我讲乌鸟去的时阵才刷卡就好啊，哈。那即摆拢满线吼，30位人客，好，拜拜。大细汉，你也能力甲过好。来，飘龙大哥遐哦。啊，我本身喂，老师，喂，你好。我啊，可以，可以弄中去了，好来，等一下再唱。好来，等一下再唱。来到脚，来李雪仔。对。喂，李雪仔，你好。30位。我会买一组。买一组吼，我下卡哦嘿，好，我们今天只有30个而已哦哈，30个哦嘿。喂，邱小姐，欢迎。买一组吼。迄个叫11点才甲我送，伊18拢伤早送，我无伫个。哦，11点过后哦哈。好，谢谢哈，感谢。来。老师，你准备咧来唱歌啦吼，啊，我来到哇，规个拢总满线吼。喂，来，赵青大哥。你好，我一组吼，哦，拢总逐工咧运动的人，这一定爱食的哦吼。好的，谢谢，感谢哈。好来，志玲哥哥。美女啊！哇，这是大地方 K2 啊！赞哈，谢谢你哦嘿。我买物件搞请送来哦。OK， 好的哈。卡走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来，谢谢大家。我跟你讲哦，今天啊，今仔日是买2盒，2400块。咱今仔加码哦，就是互咱观众朋友一概4大盒哈，我们的第3家 K2 哦。德国原装进口的，但是今仔日只有30个客人，恁电话卡通的时阵来，我们再加嘛，搁加上一盒，好，搁加上一盒这一盒哈，只有今天再加码的哦，来哦，0800815810811518，你钙质吸收拢总吸收袂到的时阵，都是欠维生素 D 哈，所以讲吼，咱本地就咱有讲过讲吼，每一个人一天爱安怎，拢总爱有。800 IU 以上哈，600啊，但是呢，咱这是800，就是讲起考上关级啊，吼，上关级，互咱观众朋友哦，吼，你若是定定无伫咧无伫咧晒太阳的人，你一定爱食哈，一定爱食哈。今仔摕到转去，拢总是60粒装的哦，吼，60粒装的哈。咱现代人啊，97%拢总维生素吸收不足哈，啊，这呢。无法度，所以讲咱观众朋友拢爱靠这项，哦，爱食各只营养，吼，各只营养哦，吼，来0800815810801518。来，感谢线卡吼，咱讲今日有足侪观众朋友一家甲咱买2组，因为你找不到单位这么高，而且呢。这么便宜哦，咱这是原装进口，而且做液态的时候呢，因为一个胶囊它那个特殊处理哦，因为胶囊是液态，你去来讲咱就吸收，因为我咧讲马上吸收，我咧讲，尤其是你已经爱人杀啊，你发觉着讲，安尼爱人。莫讲爱人送啊，就讲你咧换布骹布的时阵，感觉讲这针啊加足食力，你早晚各1颗，好不好？早晚各1颗，安尼好不好？好来，谢谢大家，老师你准备来安排一首歌曲，我来线卡到接就有影哈。来，咱即摆要来邀出着今仔中奖的人客，就是我要送你迄块咱的多功能的砧板，哇，敲做家己会立正站好的哈，来。来，我来邀出，好，安尼就好啊。老师，你爱准备你的歌就好啊。来，黄锦灿，这是黄锦灿大嫂呢。
哦，黄景灿大嫂哦吼，来砧板哦吼，谢谢一袋哦吼。好，感谢，谢谢景灿大嫂，来线顶规个拢总共满线。老师，你准备的时阵，我来线卡倒接电话哈，谢谢你们哈。喂，你好。你另外是。喂。对。你要加加伊。非常感谢吼。观众朋友吼，将就这里咧，身体较顾好。啊，今日咧先咧专门咧顾你这两支骹，吼，手、骹这四肢的时阵对无吼，甲顾好莫退化去。即摆现主持的人吼，爱靠补充的啦，啊有咱无咧拍子，系啊，无咧拍子的时阵对无，啊就变成啥？就变成软骨去啊，吼，骨质的时阵未用，即款来做这样，把握机会哈。德国原装进口的，这个铁牛吼，你铁牛甲做比较的啦，吼，你若如果来讲啊，相信这个小弟吼，啊我本身我咧做代志。一向的时阵，就是拢足诚信的，互你摕长了后，先不但要互你食了好，佮而且斗有路啊，这个斗广告，男性的纯情。来，线卡芳玲继续甲恁做服务哦吼，谢谢哦嘿。来，感谢咱今日观众朋友准时收看咱今日播歌声的节目哦。咱骨头若要用哦，这样物啊你一定爱甲阮食。来录节目的时阵，放连线卡继续甲你做服务，电话挂电话卡哦，电话搁继续卡吼。你无卡拍无到这线哈，打阮的服务专线电话了吼。祝恁健康快乐，不要再感谢时间继续收看，谢谢，再见。最可能是孤恋别，不知阮心。在树边，树也添稀微，鸟只群规首相听，坚强上正义。看壁顶一轮火旗，等待落水滴。东风迎阮愿等。